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豆子，台语安尼写豆子，豆子有诶地头讲豆子，华语的厨师、厨子、大厨，台语讲豆子。其实厨师的台语有真侪讲法，豆子、豆子师、总铺、总铺师、煮食的煮食师傅。这道面档的头家过去是饭店的煮食师傅，正教煮食，所以因的小菜特别好食。今仔日庙会食到，拢是这位总铺咧烦恼，大家拢学了菜色澎湃，真青草。台湾有一出电影《总铺师》，2013年放映，入选第64届柏林雅典美食单元。今年过年，我食餐厅要请豆子来厝内底办桌。因三兄弟啊，拢是豆子师，一个比一个较有名。专门咧讲办桌的，除了豆子师之外，还佫有来帮忙切菜、洗碗、烹菜、摒扫的临时工，这叫做水卡。因妈妈就是世界共做水卡，甲因兄弟姊妹请养大汉。豆子的豆是白音，文音念厨，所以厨师的台语嘛使直接讲厨师。灶骹也就是厨房，是厨师的王国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豆子实在真趣味。